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咪啊。今日又幫大家揾到一套港口嘅筍嘢啊！樓宇又新，花園又靚，112方嘅4房單位，而家講緊72萬就放啦，帶埋裝修俾你嘅喎。大家去睇下呢個花園環境，呢啲樓宇嘅外形非常之靚仔嘅。咁我哋而家即刻上去睇下呢個單位先。呢個小區全稱碧桂園卓越協信天際。位置喺港口保利國際廣場背後，距離港口中心區域1.5公里左右。呢個小區2022年交樓㗎，小區仲好新淨，樓下配套唔算多，有便利店及小型生活超市。小區入住率都達到60%以上，樓宇外貌及花園都好唔錯嘅。新型屋苑該有嘅配置都有齊晒。小區帶有游泳池、羽毛球場、兒童樂園，隔離仲有個港口體育館、籃球場、足球場都有。就係位置差咗啲，如果唔係單價可以再升千幾蚊。而家成個小區單價平均係7000蚊到，今日呢個單位單價講緊只係6400幾。成個小區最筍係呢一套㗎啦。咁點解呢套會特別平呢？因為業主等錢使啊嘛，冇其他原因㗎。呢度係5棟，2部電梯，4戶人家，8樓嘅高度唔算低唔算高，數字都好好嘅。住宅小區都有天然氣、民水、民電，首期入會講緊1.5成咋，契稅1%，停車位1個月150蚊，肯定有人租俾你嘅。所以無論係樓價或者係正常嘅生活支出，呢度都係非常高性價比嘅。72萬首期入會講緊只要11萬，咁加埋稅費7200蚊，雜費 total 只要13萬，就可以攞低呢套南北對流、雙陽台、4房大裝修嘅單位啦。咁呢種單位呢，適合第一次喺中山想買一套住宅嘅朋友。呢種單位6400幾，跌唔到去邊㗎啦。以前江門講緊都要6000幾啦。呢度係中山嘅中間位置，配套咁齊嘅港口，講真呢個價錢好難輸㗎喎。我認為買落嚟出租真係最正嘅。好啦，咁今日我哋呢套屋苑就介紹到呢度。有興趣嘅朋友聯繫阿咪，即刻現場帶你睇樓。咁今日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